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早晨。今日係2025年嘅11月22號星期六。咁現在當然就係做下個星期嘅每周功課啦。咁睇翻過去嗰個5個交易日就非常之唔靚啦，連埋前一個星期五係出咗6支陰燭嘅。咁而下個星期咧又到11月嘅結算，27號星期四就係期指結算，28號就係11月最後一個交易日。咁暫時淡友咧就攞到個成績嘅，因為有個頂。今個月係先跌後升，而家破埋個底，淡友攞晒威。咁究竟下個星期係咪淡友繼續攞威呢？咁啊，當然未知啦。如果先溫故知新咧，嗱，上個星期都話俾大家知，佢跌得穿個263咧，個26000就破緊噶。結果嗰3個支持區咧跌到差唔多啦，26164夜期跌到25038反彈。同我呢啲支持區嗰個意見都差唔多嘅，咁下星期翻嚟會點樣走呢？我哋都循例睇下其他指數，睇下啲股票啲線索，再睇翻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。先睇美國三大指數，就唔靚噶啦，得一支陽燭呢個十字星，整體都喺個頂度俾人沽落嚟，咁啊沽到嚟11月第3個禮拜都跌呢。咁啊11月份之陰燭呢，正常情況都形成咗噶啦。除非有特別嘅奇蹟出現，竟然縮腳，唔好講轉紅啦，縮腳都好犀利。暫時呢度第一個阻力區，道指第一個阻力區，第二個阻力區，呢度得勉強一個支持位。如果能夠喺呢度上落，蓋埋下個星期，已經對好友嚟講算有交代，因為仲冇繼續跌落去。如果能夠啲好友可以上翻嚟呢一區，穿咗呢個位。喺呢一區或者呢一區度上落咧，已經上大吉，不過唔敢咁樂觀，暫時只可以估計咧，就算守到呢個位咧，能夠破到呢個位嚟到呢度補埋個裂口，呢度應該差唔多啦。估計喺呢度或者喺呢度上落，但係暫時嚟講都只可以叫做希望唔好大跌啫。樂觀就暫時冇住噶啦，不如跌埋心水。其實所有嘅嘢，因為已經下星期去到11月第4週啊。應該係等睇下佢11月就算跌，無論股票、無論指數、無論黃金，真係跌到邊度，會唔會有機會喺12月做下啲反彈啊？好，暫時睇，即係可以審慎，唔敢樂觀。S&P 一樣陰燭形成咗大陰燭，呢度紅色，我當佢係沽落嚟嘅平淡倉盤。咁啊，呢度就係第一個阻力，第二個阻力。呢區就係支持，呢個就好淡增持。咁啊，如果仍然能夠喺呢度上落唔跌穿呢，錯啦，啲好友起碼頂住唔俾佢沽。但係如果反彈連呢度都過唔到呢，又唔好太樂觀，小心俾人再破底。反而企咗呢條線上邊呢，能夠喺呢度上落唔錯，升破埋呢個位喺呢度上落更理想。咁啊，睇下可唔可以好友力挽狂瀾，唔俾佢沽落去啦。仍然只可以審慎，唔可以太樂觀。納指一樣陰燭形成，非常多阻力。有一個阻力區，第二個阻力區，呢度勉強係支持區，呢個好淡增持，能夠喺呢度守得到唔跌，上翻嚟呢條線喺呢度行呢，好有交代啦。能夠升破埋呢個位喺呢度行就更理想，我就唔會預佢破頂噶啦，即係希望唔好跌得咁深啫。只不過美國三大指數暫時只可以審慎，唔敢咁樂觀住。上證就率先跌咗落去沉底，睇佢跌到邊度。下個星期做功課先至再諗。黃金仍然喺啲區間嗰度，區間支持區，好淡增持區，阻力區。因為最後11月喺邊度收尾，然後再估12月有冇機會反彈，暫時仍然都係好淡增持，冇乜突破住啊！啲金勉強就係話起碼仲收咗喺4000。樂觀啲嘅話，都未跌穿翻4000收市，算 OK 啦。咁啊，其他股票唔會靚噶，跌緊落去，得呢支十字星，整個星期由呢度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支陰燭，我見唔到啲好友點樣反攻成功，有心理準備落嚟試600或者591，跌穿埋591試550或更低。如果能夠好友可以頂住唔跌，仲能夠升翻入嚟呢個阻力區。喺呢度嘅話咧，已經當好友盡晒力啦。呢個月暫時睇唔敢咁樂觀住，騰訊唔樂觀，阿里都唔樂觀，
大陰燭出穿底，大戶最中意嘅做法，引完你買跟住穿底，呃翻你啲股票先，睇下佢會唔會再落嚟試128或更低，即係暫時咧月線圖呢度係大陽燭個底未跌穿，睇下佢係咪落嚟試陽燭個底，然後先至 V 型反彈，暫時又係唔樂觀，即係不如落去落嚟睇下試個128，試唔試到128先啦。試完嗰啲位有冇機會翻生，試咗先算，因為啲支持位你唔俾佢試過咧，唔知有冇機會翻生嘅。大家睇下隻小米就知啦。接近去到講嘅支持位36.62，而家做緊38蚊，勉強喺呢啲支持位度，唔知有冇支持，再冇支持落嚟試埋32蚊，不如睇下呢個支持位有冇支持。下個禮拜翻嚟，估計12月係點先再算啦。咁啊，暫時小米唔可以樂觀，最多希望佢唔好再大跌嘅啫。咁睇完呢三隻股票，就冇隻好，9618亦都唔好，不如跌埋深咗落嚟試100蚊，有冇機會先啦？呢隻啦，同我個預期一樣，咁大支陽燭引完你買，跟住全部唔破嘅，頂，全部一頂低於一頂，而家跌緊嚟到，我係佢破埋呢個位，將呢啲博反彈嘅全部殺晒，低位再買。咁如果跌穿呢個位會點呢？睇下60蚊附近邊度有支持先再諗，暫時3690都唔靚，所以睇完呢5隻科網股咧，基本上就冇隻靚，加埋388都唔靚，有心理準備佢跌破400，睇下384守唔守得到，除非奇蹟出現，下個星期竟然上翻嚟呢兩個位上邊到埋尾咧，先至對388有啲意外地可以樂觀，連5號仔呢次都唔靚啊，幾多陰燭，不如等佢落嚟試100蚊到95蚊先，即係所有股票。我睇落去都冇隻靚嘅，咁即係話大部分啲大戶喺11月之前咧已經平晒啲好倉，咁佢哋平晒啲好倉咧仲揸，我梗係莫懟你落嚟啦，懟你落嚟懟到邊度先買咧？我哋要密切留意啦。咁所以我哋個期指都唔敢咁樂觀住，月線圖出緊陰燭，做緊兩個底，破埋呢個嘅話咧就更肉酸。周線圖亦都唔靚，好多個頂大陰燭。由呢度開始最大支陰燭呢支，除非奇蹟出現，下個星期竟然守到呢兩個底，仲破埋呢兩個頂，睇有冇咁叻仔啦。我亦都唔敢咁樂觀轉，因為下禮拜結算。咁我哋會點樣去睇呢？呢度收25233，就攞25500到25000做好淡增持250點。萬一跌穿25000嘅話呢，你穿埋呢個底啦。咁呢個就真正做呢個 ABC，睇下個市行到幾深先。穿咗25000先有得計，如果穿25000嘅話咧，最低消費都要落嚟試嗰個呢度等等先，呢度唔係25500，呢度係24500先至啊，起碼落嚟試24500，試唔試到24000未知，希望唔好咁狠。咁啊，但係因為夜期反彈緊，反彈翻去25000呢度附近啲位，如果好友能夠不退而反彈嘅話咧，升翻穿呢個25500先有機會試呢3個位，26000或更高。但係上個星期講，因為26000跌穿咗咧，呢個26000就變咗第一個阻力。26183就由呢個272跌嚟154嘅中間位嚟到306，即係話過到呢3個位先有機會上個26600，我唔敢咁樂觀啦。即係話預期就算好有反彈，但有都喺呢個區間嗰度咧頂住唔俾你上，因為佢哋攞到啲甜頭。估計下唔會咁快俾你上去爆頂嘅，起碼都等佢盡量喺低位度結算，贏翻個月先啦。今年大部分時間佢哋都未贏過，係咪？點知佢哋未贏過？你睇個月線圖，上個月勉強叫做贏，但係都唔係大贏。呢個月似樣啲啦，係咪？出咗咁多支陽燭，睇下佢會唔會埋尾，真係都變埋陽燭，仲可以沽低啲落去。咁我唯有咁諗啦，下個星期結算啊嘛。如果佢真係唔反彈，咪由佢跌咯。等啲好友喺低位轉好倉。梗係12月頭有冇得反彈啦？好，今個星期功課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都對呢條片段個內容去了解消化下，幫下大家下個星期點樣睇嗰個衍生工具嘅升跌。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週日假期，下星期再做功課，拜拜。